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家己做医生，尻川换一爿。医生的专业就是替人治病，毋过若是医生无法度治家己的病，安尼敢有人敢请伊来看病？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，替人伫咧伊的专业领域内底处理代志的人，煞无法度解决家己的问题。比如讲，做老师的人，家己的囡仔毋管安怎教，嘛是教无落来；也是讲，出名的两性专家，家己的两性关系煞有惨惨。这款家己做医生，尻川换一爿的状况，确实是互人感觉真无奈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